家好啊！今日又到玄學世界時間啦。上次我講過關於水晶嘅嘢啦，咁啊跟住就講過水晶加持同水晶嘅能力啦。有後續篇嘅，有人再問關於水晶，跟住又引申另一個問題。咁一陣先講。咁啊上次講到水晶就有人就問我啦，喂師傅啊，你話有啲唔同嘅水晶又有唔同嘅能力啦，對於一個人嘅唔同嘅脈輪啊或者磁場有唔同嘅方法啦。咁但係咧，我見到有身邊好多人啦，或者身邊有啲小朋友好啊，大人好，好中意玩水晶嘅，玩到成屋都係嘅。會唔會有啲壞嘅影響㗎？咁我話我覺得比較壞嘅影響就係使好多錢啦。OK，係啦。咁啊，但係另一方面就係信奉水晶，通常同佢嘅震動能力有關。咁我被開啟咗之後咧，或者同你共頻咗之後咧，令到你某啲嘅磁場有改變啦，脈輪會有震動開啟啦。咁所以變咗就係，如果太多嘅水晶，就理論上你就全然所有嘅脈輪都會同佢震動，會較容易有陣時出現一個人咧會比較唔平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啲水晶又冇古怪嘢啊，咁個人又冇特別唔舒服咧，咁你屋企擺好多水晶，無論風水上邊佢有冇一啲嘅加強或者減弱佢本身嗰個磁場之外咧，咁啊理論上我覺得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咁有啲人玩完之後仲覺得好舒服。咁總之as long as嗰件事令到你平靜，冇乜特別，咁你咁就可以擁有一啲嘢。咁所以呢個就上次嘅後話啦。咁啊有人就話啦，咁點解啲水晶可以做一啲開啟加持？咁上次講過就同你有啲師傅可以解讀佢同你係冇共頻啦，即係所謂震動，大家會唔會互通啦？咁又引申到第三個問題啦。喂，咁如果呢啲係叫通靈能力，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咩叫通靈？同埋通靈同一般嗰啲所謂陰陽眼嗰啲通靈啊，或者問米嗰啲咧，有冇咩通點啊？咁一般人係咪可以掌握咧？有呢種能力係咪可以屏蔽咗佢，即係吸咗過去咧？咁逐個去解先。通靈我哋會覺得就係喺佛教嘅經典裏邊講，一個人與生俱來，理論上如果唔係有啲嘅執着，唔係有啲嘅嘢無明去屏蔽嗰件事咧，理論上你好多嘅能力都會存在嘅。咁包括天眼通啦、他心通啦、所謂神足通啦，類似嘅通靈嘅能力，係話如果你唔係有啲嘢屏蔽咗你呢種能力，冇啲執着屏蔽咗能力，你基本上你可以靠直覺都知道其他人諗緊乜嘢，又或者呢個世界唔同地方發生咩事嘅。咁啊，所以呢一種能力，佢哋講法係與生俱來嘅。正講密宗都好啦，佢都會講同你嗰個氣或者個能量同你嘅中脈係咪通有關嘅。咁所以理論上就係你都要將啲閉塞嘅地方打通咗，咁亦個人執着嘅減少之後咧，咁你就會令到你自己嗰個通靈能力增強翻嘅。咁啊，只不過呢個係一個叫做副產品，唔應該太主動追求嘅。咁有陣時有啲情況就係有啲情況就係同西方嘅會有啲衝突。西方嗰啲講法咧就係會覺得呢種能力咧同你多唔多使用佢咧又會有關嘅喎。咁即係你等於你嗰個寫字寫得多，寫字嗰個本身嘅力量有幾大，你寫得多都會熟練啲嘅。在於係咩？就係你唔好太追求嗰件事。你追求翻將個人通達一啲，行中道中庸一啲，唔好太執着於我哋所謂每日我哋基本上好多時會講啦，啲貪嗔痴啊，求不得啊，愛別離嗰啲，人生好多啲嗰啲苦，你唔特別去執着，唔令到你自己有呢啲苦困出現嘅時間咧，你慢慢個人清空咗自己，嗰啲能力就會出現。咁邊講法嘅？邊講法就係你唔好太執着嘅時間咧，你自然會知，不過知你都唔好濫用，其實係真嘅。咁但係理論上，你會唔會想你有時有啲人會知道得多啲，或者令到佢嗰件事準確啲咧？咁可能就同你嘅多與少嘅運用有關。嗱，呢個兩個論點係有衝突㗎。一個就係你唔應該追，但係另一個方法就係你唔追佢嘅時間咧，你又要運用佢，不過知道就算啦。但係都唔好特別強加於宣傳你呢個能力，又或者強加你特別去追求呢個能力。如果唔係你有個執着嘅時間咧，就會有其他嘢出現，因為講緊好多嘅講法，如果你有睇下南懷瑾有講過嗰啲所謂啲通靈嘅方法，有所謂神通啊、鬼通啊，即係佢喺個能力上邊，甚至乎你可能做啲卜算嘅嘢，理論上都係屬於通靈嘅能力嘅一種嘅。所以有啲人卜算嘅能力會特別強啲嘅，有啲人卜算嘅能力會特別弱啲嘅。
咁啊，無疑都係一啲所謂一啲咁嘅狀況啦。咁上次都有講過嘅，其實通靈有部分能力源於咩咧？你嘅 DNA 源於你家族嘅能力嘅。咁所以呢啲就會可能同你嘅修練個關係未必好大，咁但係同你家族即係遺傳落嚟有關。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會有人講係同你過往生有冇呢個能力，或者當過往生有冇修行，令到你自己會唔會具備呢個能力有關。咁所以你過往生有修行咧，令到你具備呢種能力嘅機會係高啲嘅。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講解啦。咁有小朋友嗰啲就會話：哇！我個仔咧見到天花，成日指住佢，又或者屋企有啲朋友身邊就話細個屋企咧會有個細佬啊、妹啊或者家姐同佢玩啊。玩玩下發覺咧，原來細個大個之後發覺。細個又話同啲兄弟姊妹玩，但係後來個媽又會話嗰個時間你未有兄弟姊妹啊，或者嗰時個兄弟姊妹唔喺身邊，所以嗰時玩嗰個咧係好奇怪嘅。一問就話：如果我屋企嘅小朋友第一成晚夜晚喺度痛哭，夜晚驚醒，同通靈有冇關咧？第一咁要睇嘅，咁即係你問我咁，如果你睇完恐怖片。咁我都試過睇到恐怖片啲畫，即係唔係因為佢恐怖，因為啲好血腥啲畫面，咁啊令到我自己一瞓覺，你眯埋眼嗰啲畫面出現，咁令到你自己入睡難啲。成年好啲嘅小朋友可能就因為啲咁嘅畫面，所以嚇親。所以第一件事要睇一個小朋友係有冇被驚嚇嘅。第二，咁可能係有啲夢境，咁你又要諗啦，嗰啲夢境係真假？有關聯同冇關聯，當然啦，你可以揾精神科醫生、揾心理醫生去睇下究竟呢件事本身嘅夢境有關啦，會唔會呢種其實係佢自己嘅幻想啦？至於小朋友對呢啲嘅幻想係好事定唔好事唔知嘅，因為有小朋友對呢啲幻想係好深刻，但係因為呢啲幻想可能變咗一個作家又唔定，變咗一個畫家又唔定。咁啊另一方面就係你比較覺得佢唔係一個幻想嘅，有啲家長咧就係你安慰嘅小朋友唔緊要，但係可能你都需要留意一下。佢係屬於幻想啊，佢係屬於嚇親啊，定理論上仲有第三種情況，有啲小朋友真係會見到嘅。咁真係會見到嘅時間，咁啊佢見到啦，係咪？咁你又當佢講大話喎，咁啊成日被驚嚇。有啲都習慣到，冇特別話再惡化嘅咧，還好嘅。但係有啲見得好多，成日都喊，成日都唔開心，成日都覺得有啲就好驚，去到嗰度好驚嗰啲咧。其實家長我會比較建議要處理一下嘅，咁當然啦，你話會相關醫護啊、諮詢心理輔導嗰啲會唔會有幫助嗰啲，可能都有。咁但係就算我身邊啦，做心理輔導嗰啲係嘛，都覺得有陣時或者精神科嗰啲有陣時都唔知真假嘅。我識啲精神科都唔知真假㗎，不過管都睇下，同埋有陣時佢哋都會即坦白講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嘅。咁啊，所以變咗佢哋都走去研究睇下究竟成件事出嚟係點樣。有陣時有啲情況佢哋處理唔到，都會轉介俾我哋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接觸過一啲所謂啲精神科醫生啊，或者心理學家啦，嗰啲轉介 case。咁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係咁嘅狀況咧，可能你都需要留意一下。咁甚至乎揾啲專業人士啊，佢揾到佢兩邊搞唔掂咧，就揾我哋呢邊啦。睇下佢係咪真係有問題，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咧，可能要幫佢做啲嘢，令佢解決咗某啲問題。我個做法就會比較研究咗佢係咩問題先嘅。如果可能家族問題，咁咪處理家族嘅問題先咯。咁如果可能有啲其他方法可以處理到嘅，咁咪處理咗先咯。咁慢慢佢就會冇呢啲嘅影響嘅。有啲小朋友就係見到可能比較見唔到其他嘢，不過見到咩咧？見到真係自己嘅兄弟姊妹，不過唔存在呢個世界嘅兄弟姊妹。咁嗰啲會有特別同佢個關係親密啲，咁所以如果你有嗰啲所謂細個啲，即係細個做錯事，係咪叫錯事？當係咁先啦，係啦，又一時間冇能力，咁啊做一啲有遺憾啲嘅嘢，咁如果有咁嘅狀況咧，可能都需要處理下嘅，因為見咗好多都係呢啲 case。又引申啲問題咧，就係如果有呢啲咁嘅能力，又見到，咁啲家長又好驚，係啦，啲家長有陣時都話，我啲小朋友指住個騎樓喺度講話見到有嗰啲嘢，跟住就係夜晚半夜，咁個家長又好驚，個小朋友又好驚，個家長又要扮喺小朋友面前咪扮到唔驚，嗰件事其實幾困難嘅。咁所以佢就成日話，如果有辦法可以屏蔽咗呢種能力就好啦。咁我就話嘅，屏蔽呢種能力咧，如果問啲師傅係好簡單啦，封眼咪寫條符封眼啦。咁我成日話嗰件事封
咗嗰種能力，一定要考慮兩件事嘅。一，你嗰件事你封係封唔封得到；第二，封咗對佢有冇好處。先睇封唔封得。上次講啦，佢個接收能力好強啊，可以接收嘅頻譜非常之廣大。咁你要遮蔽佢嘅頻譜咧，就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就會揾啲方法啦，可能揾啲神講咗某啲嘢，或者揾啲方法令佢嗰個切斷。咁但係嗰個切斷有陣時唔係好有效嘅，有啲會切斷到，有啲會切斷唔到，有啲可能切好多次先切到，唔知。咁但係總之你話你想要封閉咪封閉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封閉咗，係啲另外界別嗰啲朋友仔，可能個緣分又好深嘅喎，你屏蔽咗唔代表佢哋唔嚟揾佢喎。咁所以變咗就比較唔知會有啲咩後續影響咯。咁所以變咗你要屏蔽之前，即使屏蔽到，你要諗下個小朋友個屏蔽咗之後對佢有冇好處嘅。話唔係我大個咗我都見到，我想屏蔽，咁你都覺得我總之我見唔到，我覺得我安全冇問題㗎啦。咁你可以揾個師傅試下幫你屏蔽嘅。不過屏蔽我見過有好嘅情況又有，有唔好嘅情況都有啊。不過就大家如果覺得真係好驚咁，咪試揾啲師傅做下呢啲嘢咯。同埋仲有咩個問題咧？就係話咁好啦，啱啱講咗啦，呢一個有啲人睇到其他眾生咧，即係所謂有陰陽眼或者個第三眼啦。咁同有冇其他嘅通靈能力，有冇其他靈力有冇關係咧？兩者未必有關係。兩者就係第一個件事就係我哋有陣時就會話你望到嗰件事就係同你嘅接收有關。但係你有冇靈力做其他嘢咧？同你自己本身嘅裏邊嗰個靈力，有陣時會同你嘅氣通唔通啦，同你磁場強唔強大又都係有關係嘅。所以你嘅磁場強大同你望唔望到、接唔接收到嗰件事係兩件事嚟嘅。行裏邊嘅術語，你雲頭嘅力量比較低，你嘅人磁場比較低，咁當然啦，你會容易接觸到、通到靈嘅，容易會接收嘅。但係你冇能力去控制一件事，你仲反而去主動接觸嗰件事咧，就會令到你有其他嘅後續問題出現嘅。咁所以調翻轉咁講啦，你問啲做問米嗰啲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去處理啲嘢？可能做問米嗰都係方法嘅。咁我會覺得嗰件事要平衡嘅。咁我亦都聽過一啲西方啲嘅通靈者講法啦，佢哋覺得佢自己總之有辦法開啟嘅場，我自己心冇嘢，嗰件事就冇嘢㗎啦。但係你個心冇嘢係咪嗰件事就冇嘢？我就唔覺得嘅。所以變一件事就係我哋相信我哋有辦法，就算做到嗰件事都好啦。我第一件事盡量避免做，第二件事咧就係都有啲似孔子講嘅敬鬼神而遠之，即係嗰件事。你就算你第一你唔知自己有冇能力去處理啦，咁第二件事就算有能力處理，都唔會成日搞嗰件事啊！唔好講一般人啊，有啲我哋呢啲係咪會有即係所謂修法修一啲道嘅嘢嘅時間，我哋都唔會特別去主動招惹其他界別嘅眾生，即係我哋覺得你問我都唔知，我哋係做所謂中介媒體嚟嘅啫，即係冇辦法要處理嘅時間，我哋先會處理嗰件事，即係基於嗰個人真係好需要幫助。咁個基於嗰個原因，我先會做呢件事，而唔係我哋係唔係時不時都走去處理嗰件事。所以咧，理論上亦都引申啦。如果啲人咧成日都講，我成日都見到觀音啊，成日見到佛祖啊，成日我同佢跟十之八九啦，我覺得成日都話見到呢個見到嗰個咧，精神病或者中邪，當佢真係佢有呢個能力，有呢個能力嘅時候都唔會濫用。我就算學化成，我都唔會話俾人聽，即係我都唔會成日見到嘅，因為都冇特別嘅其實。你問我都係令下自己練下氣功啊、打通啊、個人清靜啲啊，呢啲修行會比較緊要啲咯。咁所以你問我，如果你有辦法見到或者冇辦法見到咧，你去修行係好係啱嘅。但係你話你會追求呢種能力咧，喺眼中反而唔係十分太恰當。咁啊，今日講嘅關於通靈嘅部分係咁多啦。咁如果大家有其他嘅問題可以留言，咁我下次同大家講關於其他嘅玄學問題啊。拜拜。